翻去國會修改咗呢個所謂反恐法，因為喺議會裏邊會出現多數暴力嘅。咩叫多數暴力咧？香港咪係咯，大佬啊！佢一撳掣投票，我哋就瓜㗎啦。嗰啲咪多數暴力咯，佢係多數啊，但係暴力嚟㗎嘛？呢個係白韻琴話我暴力，最多掟下蕉，係嘛？你暴力得過謝偉俊有份參加嘅建制派，佢自己係功能組別，係嘛？同埋嗰30幾個議員行使嘅暴力就係違背民意啊嘛！我哋要求嗰啲傷殘人士坐車有半價津貼，你又唔答應。我哋要求啲老人家唔係淨係禮拜日坐車半價，係全年免費。你又過唔到，所有呢啲過唔到嘅喎，係嘛？好啦，強拍條例，你收我嘅樓，原本要收90成樓，你先可以強行拍賣，而家80成就得啦。喺立法會就通過啦，係咪？通過原因就係多數暴力啊嘛。669億嘅高鐵撥款喺立法會就通過啦，因為係多數暴力啊嘛，啱唔啱啊？呢啲咪多數暴力啊？呢啲暴力先得人驚。黃毓民掟下蕉發泄下，叫佢加生果金，咩咁暴力啊？掃下場咩咁暴力啊？大佬學台灣都未算啦，最近烏克蘭出煙霧彈添啊！喺個國會度有冇睇到啊？各位，我唔怕人哋話我哋即係破壞議會文化搞暴力，我話俾大家聽，呢啲暴力比起共產黨一黨專政真係微不足道。點解劉曉波寫幾篇文章鬧下共產黨坐11年監先？你解俾我聽。點解譚作人為咗四川嗰啲不幸嘅兒童要還個公道啫？你豆腐渣工程嗰啲學校冧嘅全部都係學校啊！各位喺四川死嘅全部都係學生啊！譚作人話：我要為呢啲學生討回個公道。要求政府徹查豆腐渣工程，判你幾年監。嗰條罪名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黃毓民坐到籮柚開花，我哋喺大陸嘅庭坐到而家未坐完，日日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係咪？趙連海先凄涼啊！喂，大佬，佢個仔係大頭 BB， 因為食咗啲3聚氰胺嘅有毒奶粉，生結石。佢組織一個結石寶寶聯盟，結果又俾人捉佢坐監，嗰條罪仲詼諧，叫做尋釁滋事罪。咩叫做尋釁啊？即係你嚟挑釁我，你搞事，有條咁嘅罪啊，大佬！我哋喺香港今時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執政黨係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喺中國大陸對待人民呢啲手段喺香港唔可以做，因為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哋咪誓死要維護呢種價值先。今天我哋推動呢個5區公投運動，共產黨打壓我哋，特區政府打壓我哋。大家而家睇下周街，我掛啲 banner 全部俾啲左仔破壞，唔緊要。原本我哋起碼有幾百個街板可以掛嘅，舊有呢啲議員喺今次有補選裏邊唔肯拆街板，因為按照過去嘅往例，有選舉原有嗰啲咩區議員啊，嗰啲所有議員就要將啲街板拆晒俾我哋用10日8日啫，就係唔俾你用。喺新界鄉議局屬下嘅嗰啲學校唔做投票站，政府唔宣傳呢個選舉，各位。喺呢種情況底下，北京打壓，香港特區政府打壓，嗰啲建制派嘅奴才抹黑我哋，係嘛？黃毓民仲要整個白韻琴出嚟詼諧下你，我話俾你聽，太陽唔會喺西邊升起嘅。如果我輸俾你白韻琴，我都可以早投，啱唔啱啊？啱。住你，各位，我真係當佢拗痕。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民主派嘅人團結啊嘛，好簡單。你馮檢基當初公開話支持我嘅，佢唔支持公投，佢話毓民，只要你唔使我辭職，你辭職再補選，我就幫你拉票。但係自從呢個自由黨、民建聯公開表示要杯葛呢個選舉，因為我哋話起義，佢話你搞革命係嘛，我唔同你玩。馮檢基又一樣用呢個理由，
佢話我唔會幫你拉票。喂，大佬呢個世界真係咁都得。我打俾佢，我話基哥，你唔同我拉票唔緊要，你唔好搞破壞，你唔好叫你啲人投票。OK， 所以各位喺呢度08年投票俾阿基嗰啲，5月10號投俾邊個啊？唔緊要，2012年投翻俾馮檢基，比例代表制係咪啊？呢度有5個席位，民主派佔咗3個，你去分票唔緊要係嘛？但係今次係隻抽隻啊嘛，分咩票啊？冇票分啦，係嘛？你唔通分啲票俾啊白韻琴或者佘繼全啊？係嘛？所以5月16號係咪要送翻毓民入立法會先？係啊！唔係淨係因為送我入立法會，而係呢個係一個公民投票嘛。我哋一定要顯示我哋嘅實力，各位朋友。我哋窮唔緊要，我哋辛苦唔緊要，最緊要有希望啊嘛。喺我哋嗰個年代，50年代出世嘅人，窮過而家9倍啦。但係只要我哋肯讀書，我哋有向上流動嘅機會。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啲年青人係完全冇機會向上流動嘅。大學畢業屆時可以養家啦，而家大學畢業養自己都緊翻，緊夠嘅。有啲如果喺大學借咗錢，同埋碌爆咗2張 credit card， 佢一畢業嗰一日開始就要還債，還到30歲到啦，我話俾你。所以我次次喺西洋菜街嗌咪，我見到啲銀行喺度即係點啲僆仔攞信用卡咧，我就反面㗎啦。我話你行埋去攞佢一份禮物，填一份表，攞張信用卡，你係從此沉淪。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信用卡你俾最低付款，跟住都碌爆張卡，你每個月俾嘅利息係個本金嘅利息，講緊1年啊係60%啊，大佬，嗰個係貴利嚟㗎。你唔好以為好過癮啊，俾3萬蚊信用額我，跟住碌爆咗，帶條女去鋸下扒啊，買下嘢送俾阿媽咁啊，跟住碌爆咗張卡，跟住攞張卡又去銀行，去個櫃員機可以攞錢，你係從此沉淪啊！你使10蚊係俾15蚊㗎，你知唔知啊？我哋成日教啲細路，尤其是喺大學裏邊，我去大學演講，見到人哋擺啲攤檔喺度，啲銀行啊，啲僆仔啊，大學生啊，3萬蚊信用額，冇做嘢喎，讀緊書喎，俾佢喎，大佬。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係俾啲資本家有足夠嘅機會去巧取豪奪。我話俾你聽，而家最發達係咩人啊？地產商，所有嘅錢俾咩人賺晒？地產商、銀行，係咪？我哋香港10大富豪連續20年啊，頭5名嘅都係嗰5條友，李嘉誠啊、李兆基啊、郭氏兄弟啊，全部都係地產商嚟嘅。全世界冇一笪地方好似香港咁。嗰啲10大富豪頭嗰幾名20年都冇換人喎，咁得意喎，係嘛？個理由好簡單，佢財富不斷咁累積喎。呢個係一個壟斷冇公平競爭嘅社會啊嘛！大家諗下李嘉誠，你想象一下有邊種生意佢冇份做啊？除咗殯儀館，係嘛？大佬衣食住行擘大隻眼你就俾錢佢啦。如果你買咗一個長江實業嘅樓，你成世同佢打工。係嘛？啊！你用咗一個固網電話和記黃埔、和記電訊，你又同佢打工，手提電話3支和黃，係咪？你又要磅水，係咪？裝鈎啊，幫襯埋佢個仔添 ，PCCW， 係嘛？衣食住行通訊，你住喺香港捱貴電費係港燈李嘉誠嘅 ，OK？ 全部都有份啊！做零售仲巴閉，有間仆街超級市場 PK， 叫做百佳，係嘛？賣電器有豐澤，賣藥啊！你買偉哥要去屈臣氏幫襯，喂大佬骨都掠埋你嘅，係咪啊？各位點解你話啊資本主義社會係咁啦，係咪？咁你即係人哋有本事啊嘛，錢揾錢啊嘛，我哋成日都咁講啦，係咪？但係個制度唔公平啊嘛，各位係咪？而家我哋立法會裏邊30個功能組別嘅議員，其中1半人係6000人選出嚟嘅啫，知唔知啊？15個位係6000個選民嘅啫，哥哥。譬如而家有個漁農界係幫呢個民建聯度身訂做嘅黃容根做到佢斷氣為止啊！佢而家都冇去做農漁民啦，係咪啊？係咪先？係咪漁民或者農民1人1票選佢出嚟？唔係，係嗰啲農會、漁會嗰啲全部係共產黨你外嚟組織。呢個位係為佢度身訂做，呢條友講嘢口齒又唔伶俐，英文又唔識，中文都好差，咁佢喺個立法會度已經好多年啦，係嘛？